你好啊 Hello，好啊，，OK，你叫咩名啊，姐姐？我叫 Siti，幾多歲啊？而家今年43歲，43或者44嗯，啊40，差唔多44啊，係咪啊？？OK，我係啊，因為係啊，你個 CV 係44。好，你係咪嗯，嚟做婚係咪？結我結咗婚未啊？婚咗啦，結嗯，婚，結結婚，結咗啦，結咗啦。OK，有冇小結婚朋友？有啊，因為我兩個，見到你，因為我見到你係 CV 你離婚嘅，冇老公嘅。嗯，冇老公啊，我老公死咗啊嘛，哦，你幾時所以你單身媽媽？係啊sorry，唔好意思。咁你老公係走咗啦，過，OK，咗身係咪啊？唔緊，係啊，好，OK，有兩個唔小朋友緊要，嘅，OK，兩個小朋嗯，友24同埋17歲。好，OK，我見到啊，你之前第一次嚟香港係咪2016年到2018年係元朗？係，啱，係元朗你照顧一個小朋友同埋婆婆85歲。嗯，OK，咁啱，一個小朋友係咪同你一齊瞓啦，或者同婆婆一齊瞓啊你？我自己有房啊，我自己有間房，咁婆婆佢健唔健康㗎，姐姐？係啊，我有病啊，心臟病，哦，三張坐喎，所以輪椅啊。我做輪椅，咁兩個小朋友咧，7歲小朋友咧，咁你使唔使照顧佢啊？要唔要冇？唔使，我一定照顧婆婆嘛。哦，咁小朋友你唔使送佢翻學，接佢翻學都唔使嘅。唔使佢自己媽咪。哦哦，弟弟喺屋企嘅，冇翻工。係啊，弟弟有份工，嗯嗯。跟住佢自己接送咯。哦，OK OK，咁佢未翻工嗰陣咧，佢送小朋友，咁要放工佢接小朋友咁樣嘅。嗯，好係。好。呢個婆婆佢大唔大隻啊，姐姐？之前個婆婆大唔好肥啊，大隻？都肥嘅。好肥，係啊，哦，OK 好肥。OK，咁你夠唔夠力啊？我我係細粒，係啦，我因咁細粒，為跟住佢因為個婆婆你大隻咧，你夠唔夠力扶佢啊？沖涼都要幫手啦，係咪？做雷便啊，咁做輪椅都要扶佢上嚟啊嘛，咁你咪夠唔係啊夠力啊？係啊你夠唔夠力啊？係啊，我夠力㗎啦，我自夠力。己我自己做嘢啊嘛。哦，OK，咁平時嗯婆婆你使唔使同佢覆診啊？之前有，有。因為一個月一次喺屯門 hospital 嗰度。哦，OK，屯門醫院，OK，好，跟住咧，你做嗯完呢個，點解你唔續約啊，姐姐？做咗2年唔續約嘅。我唔着，但係咧係屋企好多人啊嘛，8個人。哦，嗰度係好多8個人㗎，邊個嚟㗎？小係啊，朋友啦，太太先生、婆小朋婆，友，嗯，小朋友，小姐啊，哥哦，哥，阿妹，跟住細路，跟住太太先生同埋婆婆啊，同埋係我哦，咯。哦，咁多人啊，咁佢佢係啊，佢佢佢屋企係flat 啊，或者apartment 啊，佢住兩嗱我 villa 兩層，villa，嘅。係啊，所以你唔續約啦，OK，太辛苦啦，係嘛係啊，係？OK，啊，好，跟住咧，你再遠係元朗，你係銅鑼灣嘅2018年到2022，就則照顧嗯，冇嘢照顧嘅，全部大人嘅係咪？照顧阿嫲媽媽咁樣。哦，嫲嫲幾多歲啊？嫲嫲？媽媽差唔多接近個係咪80歲？哦，80歲，不過佢健康嘅係咪啊？係啊，唔係啊，唔係健康，佢有少嗯，少老咁樣啊，有我唔記得乜嘢都唔嘢。記得。嗯，係啊，好老人之外，咁我見到你係咪嗯，兩個工人㗎？你兩個姐姐係咪啊？係啊，哦係啊，兩個，OK。姐姐。咁你係咪同另一個瞓覺啦，或者你同婆婆一齊瞓啊？自己間房。哦，兩個都係自己間房嘅。咁如果佢係啊，婆婆有啊。夜晚咧想去廁所啦，或者唔舒服啊，有冇嗌你哋啊？
有啊，有叫我哋嗯換尿片，咁嗯，樣有啊。有嘅，好。咁買餸煮飯咧，邊個啊？一齊嘅，邊個得閒先買餸煮飯咁樣嘅，係咪啊？我赤咗，我一定照顧媽媽，嗯，幫手換片，幫手乜啲啦，我一定照顧。跟住我朋友煮餸買餸，掃地抹地咁樣咯。哦，另一個係印尼或者菲律賓㗎？印尼一樣。印尼都係印尼嘅，OK，好，好。嗯，咁你最遠係銅鑼灣，你去鴨脷洲2022到2024，都係照係顧婆婆同埋公公。照顧公公，哦，公公，婆婆唔使啊，婆婆健康係啊，係咪啊？婆婆有健康啊，嗯嗯係啊，嗯，OK，公公佢有咩病啊？佢識唔識自己行啊？有啊，佢都唔食得行啊，企都企哦，唔得，所以係啊，成日都瞓覺咁樣做嘅。做輪椅啊，做輪最椅，最女，所以你都要幫佢沖涼啊、換尿片啊，咁樣餵佢食係啊，嘢都要嘅。食哦，嘢都唔俾啊，佢都食得噶，但係我慢慢慢慢食食嘢咁嘅，咯。慢慢食，OK。咁嗯，你個公係啊，公佢大唔大隻啊？佢都冇唔大隻。咁大隻，佢都冇咁肥啦，係啊，冇咁嗯肥。OK。所以你都同佢一齊覆診啦，煮飯買餸都係你自己係咪啊？或者婆婆去煮飯買餸？煮餸買餸，我同婆婆一齊一齊買咯。嘅，好 OK。好，嗯，咁你而家啱啱你婚姻你係咪姐姐？係空冚係嘛？係啊，點解就係啊，咗兩12月3號，係咯？點解就咗2個月係嘛？就咗2個月係咪啊？4個月，差唔多我婚姻呢4個月喎。4個月。哦係啊，，OK，因為我見到你之前係空冚就得8月同埋做咗10月、11月，做咗三月係啊，三個月係咪姐姐？係啊，啱啦，啱。係點解嘅？點解就咗三個月嘅？係咩？Pre-contract 噶嘛？係，我知道點解你 break。仲有 C 係人呢都仲有 C 嘛？嗯咁跟住係屋企人叫我即，OK。刻婚姻你啊嘛，仲有 C 咁樣，跟住而家啱9點4啦。哦，你嘅意思係，因為我見到係你屋企有事，私人係，嘢啦，係咪？一定要翻屋企，一定要翻屋嗯，企。係啊，所以你 break，咁而家全部搞掂晒啦，settle 晒，所以嗯，你都要想翻印尼，sorry，翻香港。返香港係啊。明白，OK。咁姐姐你，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有啊有啊，驚嘅，我有敏感我同埋敏感。冇我有敏感啊，我咁係啊，貓貓咧，貓貓都係要敏感嘅，貓狗都唔得嘅。有啊有啊，所以係咯，所以你貓貓或者狗狗你都唔得，因為要敏感嘅，係咪？皮膚敏感啊。係啊係啊，好明白姐姐，好唔該晒你姐姐，唔該你，嗯好，拜拜。，OK，唔該晒。